是越剧三明旦，原派花旦方亚芬，好，西派花旦金靖和副派花旦裘丹丽，有请三位。亮丽娇艳三明旦啊，一下使我们这个精彩老朋友的现场增色不少，真的。没错，我要郑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第4届、第16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上海劳动模范称号获得者，著名粤剧演员方亚芬。方亚芬的啦啦队是来自上海喜福来朝阳食品贸易行喜福来喜蛋的朋友，欢迎你们。这是全国粤剧中青年演员广播大赛优秀奖和上海粤院十佳和上海青年艺术十佳获得者，著名粤剧演员金靖。金靖有口福啊！你今天的啦啦队呢是来自苏州恒冠水产品有限公司恒冠富硒大闸蟹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好，这位呢是在粤剧争锋全国青年粤剧演员电视挑战赛中获得银奖，还有是第17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主角提名奖的获得者，优秀青年演员裘丹丽。好，今天为丹丽加油助威的是来自上海沪超家具有限公司伊莎贝尔床垫的朋友，同样欢迎你们。我们这俱乐部呢有4个体验区，每个体验区的活动结束以后呢，最高得分是亮5盏灯。那么4个体验区的活动结束以后，看谁背后灯亮得多，谁就是本期俱乐部的优胜者。而且呢，我们优胜的这位朋友还能获得一份特别丰厚的奖品。对，有东方购物提供的价值2188元的高级珍珠吊绒羽绒被1条。冬天里的温暖哈，太棒了！好，我们先进入第1体验区聊天室。啊，我们刚才介绍了啊，是粤剧三明旦3个流派，是不是啊？这个咱们是不是先唱一句最有代表性的？对，你们这流派的经典的唱段，原派。莫婆子不要得，宝鸡玲珑。莫婆子群徒的，官被叮咚。看看你觉得这个原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以情代声，既能够抒情，又能够叙事。啊，说得好极了。7派，为妻子，妻你把如我美婿，既用人园里同府下三句，很有味道。极了。谢海鲜老师的特点又是什么呢？他是委婉，就是虽然悲，但是骨子里是很硬的。说得好极了。来，副派。我家有个小姐妹，聪明伶俐神经培。还有个小姐妹。副派的特点是什么？副派特点它比较高亢亮丽，它也算是我们粤剧界的金嗓子。对，短短几分钟时间，我们像欣赏了一场粤剧流派的音乐会呀，是不是啊？很想知道哪一年跟袁老师了，正式拜过没有？因为我们袁老师他一直提倡的是，从来不收学生，让学生有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哦，这样的。所以说我跟老师之间，尽管是没有正式的磕过头、拜过师，但是胜过拜过老师的老师。不是老师，生是老师。对，不是越生，生是越生。是的。
好极了。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啊？你跟老师？最难忘的可能是我那时候小不懂事，我是要吵着要回去，要回宁波去了，因为我是从中学到艺校再到越剧院，没有感受过那个人际关系的复杂，所以说那时候碰到一点风风雨雨，就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我，有点气馁了。我要回家去了。那老师那时候就鼓励我，他说你从宁波到上海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就这么容易的就回去了，那你今后几十年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同样也有可能比这个更复杂的事情会发生。那你今后的日子，你就也同样的打退堂鼓吗？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要勇敢的去面对，勇敢的去选择自己的人生。所以说，在老师的鼓励下，我还是非常坚定不移的留在了上海，坚定不移了学唱原派到今天。袁老师叫你什么？小芳、亚芬、芬芬。他在外面是叫我小芳，小芳，有时会叫亚芬。到老师家里的时候，他肯定在他的楼梯口在看着我，亚芬，你回来了，你来了，你好像很多天没有来了吗？听见吗？是不是想到戚老师了？那么我跟老师，应该说是你算正式拜过老师吗？我也没有拜过师。当时我们从哪年开始跟他学戏的？83年。83年。上海戏剧校毕业以后就学气派。那么老师他是很严格，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呢，会烧饭烧菜，是一个家庭主妇式的。对。那么我呢，最喜欢就到他家去吃饭，因为他很讲究的4菜1汤。然后什么？有规格。阿拉西上对吃的东西。相当的那个有要求的。没错，我跟他一块儿到扬州去演出。他在外面啊买了2串糖葫芦回来给我吃。这个扬州啊这地方糖葫芦它不太卫生，就吃了我当天晚上上吐下泻，40度高烧啊！哇！这把戚老师吓坏了，陪着我到医院里去，拼命在说韦英，我是对你好点啊！所以真是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师。邱丹丽呢，能告诉我们傅老师最近的身体状况吗？傅老师应该说他非常的坚强，因为他已经有将近10来年的时间，他身体一直不好。那么现在还在医院里面，他已经有很多次下了病危通知书，然后我们这些小朋友们都赶过去在旁边候着，但他每次都是坚强挺过来了，而且每次挺过来的原因是我们在他旁边放复排唱段，然后就他听着听着他就我不能走啊，这样有大概3、4次。那么现在可能还下不了床，但他现在的状态精神面貌还是可以。请你转达我们大家所有的人对他的问候，好不好？祝愿我们的傅老师因为我跟能够健康。老师的那个缘分也是挺特别的。他当时在10几年前看到我的时候，他说：“这个小姑娘，我好像看到过的。”似曾相识。对，当时我说我才18、19岁，我跟你第一次见面，他说肯定看到过的。后来我才知道，在40年前。他见到过我妈妈，他在嵊州去那个回家乡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女孩，对，他那个女孩是在那个雕刻那个叫花棚，在雕刻。他说这个小姑娘蛮好看的。他当时让我妈妈去唱越剧，但是我妈妈因为家里面已经有2个姨妈在唱戏了，她当时觉得可能希望不大，所以她当时跟傅老师2个人就合了张影，当时在那个。雕刻场上面还放了很大，就是放了很久。那么过了，要不然今天坐在这儿的就是你妈妈了，是不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面前的3位这个花旦啊，真的是花容月貌、优雅端庄，特别是2位名家啊，方亚芬、金靖，我觉得对于他们驻颜有术，大家都很惊叹。所以在这儿作为女性，我是不是也要讨教一下？每一次看到你们比前次要年轻。对啊，每一次看到你们比前次要逆生长的榜样典型啊！讨教过怎么保养的？千真万确。还有金靖，说出来你们要气死的。为什么？要生气啊？是什么意思？对啊，因为我这个人生活规律很差劲的。该睡的时候嘛不睡，该起的时候不起，该吃的时候不吃，不该吃的时候乱吃。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是我最大的优点。啊，我前面想说它是奇迹，其实它还是有秘诀的。
心态要放正。人家说我有很多利益要去追求，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不能削尖的脑袋往上钻，或者削尖的脑袋去要想得到一件什么事情，那就会很累。一切顺其自然。我最大的运动就是在台上演戏，一场戏下来全是汗，那肯定也消耗了，人也轻盈了。那么金靖呢？我这个人是爱说、爱笑、爱跳、爱调皮，也爱打扮。那么你要打扮嘛，总是要保持好的身材。所以呢，我喜欢运动，打高尔夫，打高尔夫，打网球。哦，我这个都喜欢，所以还是比较轻松的。打得怎么样了？现在高尔夫？高尔夫现在打在那个100左右。那还行。金靖他很会享受生活，他在享受生活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就把自己保养好了。可能是。丹丽呢？花容月貌，不用保养，对，皮肤有那么天生丽质是吧？对。那么遇到烦心的事儿了，有没有？会怎么样？烦心的事儿，我怎么对待？跟身边的老师，像方亚芬老师，经常是我诉苦的对象。比如说有点不开心的话，他是开心果嘛。有个孝星做老公，是不是更好一些？啊，那肯定。大家都知道吧？谁的老公？啊？米毛裤。棉毛裤啊，棉毛裤。潘建卫的什么外号吗？我碰到过的米毛裤，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天气蛮热了，他说他还穿着棉毛裤。棉毛裤是这意思哦，这样的。他是有名的秋裤王子吧？这个时候轮到你们给他们投票了，你们觉得谁的话对你们最有帮助的，就为他戴上一顶高帽子，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先给方亚芬来打分儿，红队的朋友不动，黄队和绿队的朋友19顶帽子。别走啊！亮3盏灯。回来了。好，下面我们给那个金靖打分啊。黄队不动，红队和绿队的朋友们，来，我们给金靖戴起高帽子，18顶帽子，亮3盏灯。好，最后我们给裘丹丽打分，看看裘丹丽的人气怎么样啊？我们绿队的朋友不动，红队、黄队的朋友，给我们年轻的富派花旦投上一票，来。19亮3盏灯。那我们现在那个灯数，你看3个是一样。那么按照帽子数呢，有2位也是打平了，啊，怎么决一胜负呢？我们就剪刀石头布吧。好，可以，好不好？一锤定音。来，剪刀石头布。幸运观众在红队里边产生。开始。停。等一。开始。停。获得的是价值1058元的奈氏迪印花羽绒被，恭喜你啊，恭喜你！我们进入第2个体验区，健身。健身房里呢，我们要做3个游戏。第一个游戏叫弯腰过杆。对，要考验3位的这个柔韧性啊。那么这个游戏规则呢，要求3位嘉宾啊，依次向后弯腰，通过横杆，通过最低高度者胜出加1盏灯。好，可以吗？这样？啊，这样的。哎，对。我这样要走的话，蛮累的。哎，对，不要你，走啊，走，继续，哎，对，很标准，动作很标准。哎，我这跟着过来哈。好，都很轻松。来。我不行，我腰子刚受伤了。你伤了不要硬来啊！不要硬来。我是5、6节肩这一盘。这就算齐全了 ，OK。对。好，再降2格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手撑一撑，快往前走。过去了 ，OK， 过去了。哎，加油！过了，再挪一步，好，过了，再降2格啊！还来啊！啊，鞋子脱了吗？还可以低一点高度呀。对，那么我也脱。干嘛？赤脚上阵了啊！加油！这个好像有点朋友给他加油！加油！好像有点问题啊！加油！快要
走，不能比的时间太长。这应该有点违规了。你看，你走吧，你走。脚移动一下。那我也这样子。他过了，他过杆了。来，再降1格。2个人最后一关呢，应该说都不及格。但是即便是往上提2格的话，对，那么你们俩都算过了，所以给方亚芬和金靖各亮1盏灯。第2游戏呢，这叫夺宝奇兵，这有个地雷阵，看到没有？24枚地雷，但不全是地雷，有的翻过来是宝，或者是做一个动作。如果你动作做好了，大家说过了就算宝。啊，如果说不过，那就去拿宝。哎，1宝1雷，那就对消，连续2次雷，直接淘汰出局。那么从这边过河到那边，4次挖宝的机会，看谁挖的宝多，谁亮灯先来1盏。让小的先来，你先来，陈丹丽先来。哎，对，取这个。哦，地雷！话筒也掉了。再地雷你就出局了啊！第2次机会。好，对着镜头，下面。出局了。好，静静，第一步跨到哪儿？静静，我希望你挖到宝，不会的，不会的。这儿。好。咬字边胜。对呀。过不过？过了，非常标准了啊！好过，1件宝。好，来对着镜头。过奖毕竟。好，这个简单了。小的人想叫来，努力开户20夜，26、27、28、29、31。还真好看啊！来，第3步。还剩1件宝，你要珍惜呀！最后1次机会。好，来。空忙一场。好了，朋友们看你的了。对。好，可以。来，对着镜头。俺来镜头上比来子。哎呀，我笑死了。OK。咬字边胜。好，还有2次机会。啊，别子，听你们的。最后的成绩还是0，这一轮啊，大家都不亮灯，是不是啊？好，我们第3个游戏，这游戏叫心有灵犀。天宇手里拿着3张纸，第1张纸上写着的是一种动物，第2张纸写的是一个成语，第3张纸写的是一个人物。这人物可以是真人啊，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也可以是舞台上的剧中人，中国人、外国人都可以啊。好，那么你根据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内容，你把它不能说话的，对吧？对，肢体语言把它表演出来。你们根据他的表演猜出来我上面写什么字儿，明白吗？好，动物，2个字儿。2个字儿，松鼠。
正确，真的厉害。其实你还忘了一个最关键的大尾巴。成语啊，成语啊。七嘴八舌。7个嘴，8条舌啊，七嘴八舌，正确正确。人物2个字儿。雷锋。雷锋错，好好想。民兵。哦，不对。人物没有了，民兵没有了。王成拿着爆谷哦，这个有点难的啊，我们给冯亚芬亮2盏灯。动物。蚊子。蚊子，正确。成语。错。人松鼠。错。一吹一唱。人物啊，人物啊，讨论一下都可以啊。哈斯尔兵。不错，真的不错啊，这不容易啊。好，我们为金靖亮2盏灯。好，注意动几个字儿，告诉咱们。他做的很好啊，不用猜呢，是不是啊？2个字儿啊。兔子啊。错错，还有1次机会。狐狸，正确。陈丹丽做的很好了，他已经把狐狸精都做出来了啊。成语啊，4个字儿啊。7上8下。好，你错了，你看他有7和8吗？9。四平八稳。4面8方，错了。4平8稳。4平8稳。人物啊。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也可以是剧中人物。男的女的。模特。模特错，是个人物了，人物就有具体的名字的啊。模特你说的是个群像了啊，群体的。他在干嘛？服务员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来，9、8、7、6、5、4、3、2、1，开始。阿庆嫂。好，给邱丹丽亮1盏灯。好，在第2环节现身房当中呢，我们3位明星的得灯数分别是3盏、3盏和1盏。那么有2位呢又打平了。猜东西猜了。对，剪刀石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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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又是光耀3赢了，幸运观众又在红队当中产生了。开始。停。1号。开始。停。啊，您获得的是价值888元的伊特仕宝羽毛球拍。今天呢，3位越剧花旦光临我们的逆生长俱乐部，通过2大板块，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她们不仅是美丽女人，还是智慧女人和阳光女人。而且我发现她们的比分也很接近啊。没错，但这不是最后的结果了。你追我赶，谁能成为最终的赢家呢？让我们锁定下一期的逆生长俱乐部，进入今天的精彩老来范儿。有梦就年轻。亲爱的观众朋友，亲爱的老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逆生长俱乐部。逆生长，你我的追求俱乐部，大家的欢乐。
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上期的逆生长俱乐部呢，请来了3位越剧花旦，他们是原派花旦方亚芬、七派花旦金静和副派花旦裘丹丽。我们来看一下精彩回放。不是老师，生是老师。对，不是越生，生是越生。狐狸，正确。方亚芬的啦啦队是来自上海喜福来朝阳食品贸易行喜福来喜蛋的朋友，欢迎你们。晶晶有口福啊！你今天的啦啦队呢是来自苏州恒冠水产品有限公司恒冠富硒大闸蟹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好，今天为丹丽加油助威的是来自上海沪超家具有限公司伊莎贝尔床垫的朋友，同样欢迎你们。好，我们进入第3体验区养生吧。好，那么转眼又到了冬天了，我们今天呢要出5道跟冬令的保健养生有关系的题目，答对1道加1盏灯。大家都知道，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安康。啊，这个萝卜呢有小人参的美誉。那么请问在冬天里多吃萝卜好还是不好呢？好，哎呀，全军覆没，太不好了，怎么写都是好呢？为什么？因为呢，萝卜确实有很多的营养价值，比如说那个白萝卜可以顺气，可以补气；红萝卜呢可以补心。啊，可以活血，还有那个青萝卜可以清热疏肝，水萝卜可以利尿，总之是有很多好处。但是呢，人对这个营养物质的吸收啊是有限的，不是说多吃就一定能够多补进去了。而且这个萝卜呢性凉，对脾呀、胃呀有所影响，所以体质虚弱或者长期患有慢性胃炎、肠炎的人呢，反而不能多吃的啊。你如果再吃补药的话，如果多吃了萝卜啊，反而刚刚补回去的气呢又给顺出去了。好，所以这道题目3位都不加灯。好，注意啊，我第2道题啊，科学了啊。就说这个冬天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候干燥，所以人体的水分呢会流失，啊，会出现缺水的现象。那么这时候就要什么？要补水了，就要喝水了。那么补水是不是都喝白水？是还是不是？不是，为什么不是啊？喝饮料跟吃水果，我就觉得你吃水果啊什么都可以啊，还有喝汤啊，喝汤也算。好，都答对了，尽管你们的理由不是太充分，但是你们答案是对的啊，是不对的。每人亮1盏灯。正确答案是大量的白水呢会冲淡胃液，对，而且会打乱体内电解质的平衡。啊，那么我们古代医学家呢，千百年以前就给我们提出良方了，什么呢？叫朝朝盐水，晚晚蜜汤。什么意思呢？早上喝盐水，它既可以防止水分的流失，又可以使盐分平衡。对。晚上喝蜜汤水，它可以润肺养肺，还可以润肠通便。另外，午餐之前可以喝一碗清汤，给身体润滑剂。对，餐后呢可以喝一杯果汁，帮助消化吸收。这样做就万无一失了。第3道题目也比较简单的啊。那么现在天气干燥了，冬天嘛特别容易干燥。那么很多女性朋友为了保湿啊，往往呢会涂上7、8层的那个皮肤保养品。请问冬天多涂皮肤保养品好还是不好呢？这口气就是不好。不好，因为你们写了不好，所以你们太好了。全部答对了，各加1盏灯。我们请方亚芬说说理由好不好？我觉得皮肤它也要呼吸，如果太多的护肤品把它的毛孔全部堵塞了以后，反而对皮肤不好。说的有道理。晶晶呢？我也是这样，但是还需要补充一些营养。我试过一次，就是我在怀孕的时候，大概有1年的时间没有涂任何的保养品，连水都没有擦，反而皮肤都还蛮好的。当然是我们那个休息的好也有关系，就说皮肤有时候你太多东西上去的话，它反而受不了。3位说的太好了，就是3位都说到点子上了。因为皮肤它本来就有自我修复的能力，那个保养品只是有促进作用。如果过多的涂在脸上，反而造成皮肤的
负担，容易皮肤过敏，而且不同成分的那个化妆品啊，它这个互相混合了以后，还容易产生这个冲突。太多的话反而适得其反了。第4道问题来了啊，就说天冷了，有人喜欢喝几口黄酒啊、白酒啊，取暖，啊，喝酒御寒，这个观点对还是不对？对，不对？不对，不对的，对了，对的，不对。哎，但是不对啊，因为人家听我解释，冬泳的有这么一种做法，对啊，但是它是一种误区。那很多冬泳你看啊，的人喝了酒以后，它可以呼吸加快，血管它扩张，血液循环快，它会释放大量的热量，这时候你会觉得热，一出去反而要冷。哎，你会觉得热的。对，另外呢，酒精它刺激神经以后，也会暂时的兴奋，它也有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但是喝酒御寒绝对是误区，为什么？酒它是水和酒精组成，它不能产生热量，它只能挥发热量，而且当热量释放到一定程度，它会寒冷。对，你要御寒必须吃，能产生热量的食物，或者你多穿一点衣服。对。金靖和裘丹丽各亮一盏灯。好，现在差距出来了，2比3比3啊！请听我最后一道题目，冯爱芬加油啊！我们在冬天啊看到很多这个街头上啊，有很多女性为了爱美，只要风度不要温度了，穿的那个短裙啊、长靴。那么请问，冬天穿衣太少会导致妇科病，这种观点对还是不对？对，3位那么的统一，心那么齐，这次你们对了。那肯定对啊，对。都有一种说要卵巢保养，如果太冷的话，它会对卵巢、然后子宫都没有好处。说得很对，就是在冬天啊，女性的生殖器官比其他的器官更容易怕冷，首当其冲，血行不畅就会引起痛经。是的。然后呢，如果下半身受凉的话呢，还会引起宫寒。宫寒会导致不孕，这个很可怕。而且呢，如果你下半身受凉的话，还会影响你的泌尿系统的卫生环境的下降，会造成盆腔炎。所以爱美的女性啊，不可因小失大。对啊，所以这道题目我们给3位各加1盏灯。好，看看成绩，最后的成绩3比4比4啊，他们俩打平了，石头剪刀布了。我们幸运观众到底产生在黄队还是绿队当中呢？剪刀石头布啊！绿队的朋友胜利了。好，绿队产生1位幸运观众。开始。停。4号。开始。停。你获得的是价值1360元的菲士乐小煎盘。让我们一起进入最后一个题。原派花旦方亚芬扮相清丽、雍容大方，演唱甜美明亮、委婉典雅。作为一名优秀的原派传人，他应该说得到了袁雪芬老师的真传，尤其是原派的代表作《祥林嫂》，他演来呢几乎是抠背不走样，而且是惟妙惟肖，堪称一绝。谁知道啊，上门特去姥姥的娘，遇着母郎爷，撇下我无依无靠无天地。那大把一岁去哦两姐，我妈呢我啊我儿子从把路途经啊，这就得年岁寂寞独残年。
我们今天欢乐谷游戏规则是，你不能再唱越剧，你得换一个艺术品种。挑战个难度高一点的，跟自己的那个本行差别大一点的，好不好？我记得我那时候唱过那个《青藏高原》。今天呢是戚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吧？他对你是怎么评价？应该说是比较满意的学生。大家都知道《血手印》是戚老师的代表作，对，是吧？你也演过。从国外回来以后，和越剧院合作第一个戏就是《血手印》，因为是老师的代表作。是，演出相当成功。反串一下才艺啊！好啊，唱什么呢？那么我就为大家演唱一段京剧《乱云飞》。好极了，柯香。我呢，希望各位观众跟我有一个互动，配合一下，你们说好不好？好。星辰中，望长空，望长空。
呢是出生于越剧的故乡嵊州。对2004年的时候，作为优秀人才引进了上海越剧院的。对。那么也非常幸运的成为了傅全香老师的爱徒，学习傅派。唱作俱佳，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傅派传人。不过今天呢，我们回顾的不是他演唱的傅派名段，而是一首非常优美的粤歌。今天在我们的欢乐谷当中反串一段什么呢？不能唱越剧了。那我就唱一首民歌吧。谁不说俺家乡好？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岸间。我们是穿越了，叶老师，一会儿去了青藏高原，一会儿去了安源煤矿，是吧？然后一会儿又来到了山东，什么地方？临沂，哎呀，太陶醉了，大家陶醉吧？陶醉，所以给你们喜欢的花旦投上一票，好不好？我们从那个裘丹丽开始，红队、黄队的朋友支持他的，给他投票，开始。15顶帽子，亮3盏灯，好，成绩不错。来，我们给金靖打分，红队、绿队的朋友，24顶帽子，亮4盏灯，巴扎嘿！我跟你们说，待会谁帮我戴帽子的，我就帮谁拍照。13顶帽子，亮2盏灯。好，在这一轮里，金靖获
胜。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呢，前3轮都是幸运观众抽取奖品，那么第4轮幸运奖品将属于获胜的这位嘉宾。恭喜金靖！叶老师，我提个建议，我把那个奖品给我们黄队的，行不行？给谁呀？看你抽的是什么了。开始。停。你获得的是价值899元的海思曼。那么现在抽出来，你准备送给黄队的观众。对。那么黄队的观众一共有15名。你再抽一个号。好，好不好？好，开始。停。15号。我们4个体验区的活动都已经结束了，我们看看最后的得分情况。汪亚芬得到了11盏灯，金靖得到了13盏灯，裘丹丽也得到了11盏灯，所以最终的赢家就是金靖。恭喜恭喜！好，你将得到东方购物提供的价值2188元的高级珍珠吊绒羽绒被1条。恭喜金靖！另外2位也不会空手而归，你们将得到东方购物提供的价值1188元的高级蚕丝被1条。也恭喜2位啦！再次